云林土库段着桥卡的便道哦，因为是高铁地站下涵区，路真歹哦，佮定定会歹。因为这是禁建区，最近高铁局同意会当来改善道路，也毋过这路段哦，定定拢有大型的车超动驶经过，所以嘛会请警方来加强开单。 警方看到大车随查落来，这是高铁云林土库段桥卡的便道，为着要避免路面继续搭道，限动10吨以下的车才会当行。但是因为这车流量大，佮挖交流道，常常有大车违规通行，致使路面出现必顺佮凹凹，这嘛影响到民众的行车安全。系啦，道路较会路较会歹，会海去啊。你这个柏油铺设之后，多年来伊的使用期限拢头3档左右就受到破坏，这款情形一而再再而三一直重复啦土库镇公所表示，高铁桥卡的便道真下无适合大车行，但是有驾驶贪方便违规通行，害路面严重损长，佮常常引起交通事故。也云林县府经过高铁局的同意，按算用50个工作日来完成规个改善工程。 这路段那军地方反映，它主要它的地质不好原来大概都是农田土直接就回填了，不会溪那再加上这边也有重车的行驶，造成它地面下陷的还蛮严重的我们会整个地质改良大概30公分，再来铺设5公分的 AC 工务处表示，高铁土库段是地层下陷上严重的地段，当年平均会达6.5公分落去。原来这个便道就伫咧高铁高架桥的下骹，牵涉铁路近含建的范围。即个会用低强度的按摩头来施工，经过高铁局的同意，按算年底的完成改善工程，也会请警方加强处理违规的大车，保障行车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